糖尿病嗰啲後遺症，喺醫院已經判咗死刑噶啦，做手術冇用，做乜都冇用，做咗激光又係對視力唔幫助，因為有眼底部出血啊嘛。如果呢次經過呢次咁，開始戴嘅一兩日咧，就感覺好似仲蒙查查掹掹緊咁。咁跟住而家到咗戴咗15、6號開始14、5日開始就個對眼就開始即係冇話掹掹緊啦，就慢慢鬆開正常化啦。出去見到嗰啲太陽咧，又唔似以前話樹花咁白雪雪一片，即係好刺眼嗰種，有幾個卡頭都睇唔到啊！咦啊，好似特別今日出去好大太陽，我對啲卡頭方面都已經睇得好清楚啦。啲太陽嗰啲光啊，又比較暖色啦，唔似以前話好似大樹花嗰種白雪雪一片白，睇唔到卡頭，睇唔到咩嘢。而家對眼咧又慢慢一日比一日鬆開啦，即係比較正常翻咯。我認為呢個機仲有一個神奇嘅功能，兩個功能喎。對於我嚟講，就係一個就睡眠啦。一戴完呢台機之後，我開始即係10幾日你冇感覺要自然眼瞓嗰種啊。咁跟住戴完之後，第日開始就自然嘅眼瞓啦。我開始係食安眠藥，一日食2粒，一日食2粒都好似有時冇咩效果。咁跟住戴完呢台機，我感覺有啲自然想瞓，我就停咗安眠藥。而家半個月啦，都係睡眠都比較正常啦，唔使食藥都可以，即係話有效果咯，都對睡眠。第二個就係嗰啲胳肋底度好多嗰啲結節啊，原先好大粒嘅結節。但係應該係乳腺增生嗰種感覺嘅，有一日就突然間發現好似轉咗個位置，腫係一嚿凸起嚟，一嚿咁腫起嚟呢一片，我話死咯，唔通我嚿肌對呢啲胳肋底都會影響咁咯？咁跟住我再過翻日再去摸下佢兩邊，已經好正常啦，即係嗰啲結節全部都已經冇晒啦，結節散開，摸唔到啦，依家摸唔到啦，呢啲就係最大嘅感受呢啲。哦，好多謝。咁效果都幾好啊，先用10幾日就可以改善你嘅睡眠啦、結節啦。同埋眼覺得嗰個太陽嘅刺光啦，咁啊想你堅持用咯，好唔好？堅持用，咁啊希望隻眼越嚟越好啦。